喂，我喺課室啊，你返到嚟未啊？係啦，拜拜。Good morning, class. 30號啦，好緊張啊！係喎，希望嗰日快啲到啦。哎呀！喂，有冇搞錯啊？你有冇上嚟的啊 ？Sorry。喂，搞咩啊？咁喘氣嘅你好似。點解啲女仔嗱嗱聲嘅？你唔知咩？去 canteen 啦。入實聲添。要感受非一般嘅足球狂熱 ，Windows 大球場12點準時開波，你做埋未？哎呀，足球狂熱！4月30號 ，30th of April。足球狂熱。哦，有個波㗎。哦，足球狂熱。Windows 大球場。Windows 大球場。我咁大犧牲，理都唔理，係咪想 retake 啊？省球證。紅牌。喂，嗰啲OK 喎，喂，不如去啦。4月30號，連我都嚟喎，你仲唔買飛？記得你啊！記得你啊！記得你啊！